后来乡亲啊，这个诈骗集团即摆是甲目标来上准到3倍券，会传这个手机啊简讯互你，讲你的3倍券的注文资料错误，审核无通过，爱你点连结重新来认证，才会当来完成到注文。这其实是要来骗个人的资料。 也若无，就是甲你吓讲，你的健保卡互人偷摕去清3倍券，所以你的额度3000块已经无啊咯。用这款的方式引起着民众的惊惶，然后开始画山画水、骗东骗西，就是要骗你的钱。提醒乡亲，若接到3倍券相关的电话甲简讯，拢唔免甲信到。这边这个是有荧光反应的。 3倍券样本用子宫顶一个照，方位特征真明显，比钱较细张，因为国家级的防卫技术无马虎。这边下面那。数字是变色油墨，内面有真细字，边的图还有稳重字，那版的触感印文边还有视像码，正反有拓印图。另外伫透射光下，每回水印，子宫顶下有图文甲签位师，总共有9种，规家袂输纸票。它是属于国家级的印刷品质，所以要伪制是很困难的。 你也是要注意，千万唔通互人骗去。下面，简介的内容讲3倍券的申请注文资料有错误，还是无符合，所以讲的审核无通过，爱你点连结重新认证，安尼才有法度完成。其实这是钓鱼的简讯，要骗民众的资料。另外，还有社群网站用确实的介绍卖3倍券，诈骗集团嘛讲要代办的。 3倍券的使用之后呢，或许歹徒他可能会使用说，你的健保卡被人家冒用去请领了3倍券，所以你的额度现在已经没有了，因为这样子引起民众的恐慌。也就是讲3倍券，不管是注文发放爱记真，防骗有4招，防伪有9招，这个特别注意。